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嘅常山公喺上一季，我覺得有唔錯嘅表現。唔知今季大家有冇興趣試玩？而今集就會同大家介紹一個共存嘅版本。呢一隊嘅戰報由盟友提供，武將嘅配搭冇改變，技能上稍為改動少少，主要係因為用咗暫避刮骨，比較難共存，咁所以佢就改走咗呢兩招技。暫避換成象兵，象兵都有減傷嘅作用。只要喺結算之前打贏對方就可以減少兵損，而且處於灼燒嘅時候，趙雲仲可以獲得群攻增加傷害。而步人就會改成八騎，因為八騎打中敵人主將嘅時候會額外多一次傷害，可以增加爆頭贏對方嘅機會。喺象兵結算之前打贏對方，減低兵損。而八騎增加咗嘅輸出亦都可以巨大化飛攻嘅效益。如果冇眾志嘅話，可以用兵巫嚟代替；冇飛攻嘅話，可以用整裝嚟代替。呢一隊作為共存隊嚟講，都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